好来看嘉义新港这边，嘉义新港甲旧建着重新搁再利用这个玫瑰堂，伫这个月要来办夜间的导览，就是想要来带民众认捌玫瑰堂暗时的气氛甲伊的特色，也一个新的活动嘛，希望会讲带动这个在地商圈，带动新港有无共款的文化体验，互民众感觉有新的活力。民众伫玫瑰堂的入口准备要参加暗时的导览活动。嘉义县新港的县定国之玫瑰堂，15头摆举办暗时的参观导览，民众唔但会当感受甲日时无共的气氛，玫瑰堂嘛甲附近的店家合作，希望带动新港暗时的文化体验。新港的部分的话，很少有发掘这样子的古迹出来，所以会很想要来了解一下。玫瑰堂伫去年捌伫暗时来举办南管的演奏活动，但是迄当阵只是伫顶斗来听音乐。这届暗时的导览参观，就互民众哪听临界故事，哪感受玫瑰堂伫暗时的建筑空间。因为迄灯光就是安尼黄黄嘛，然后有的所在有光，有的所在无光，看起来是种浪漫的氛围。对，跟平常你是来看的时无共。下半年11月，我们预计会是邀请一个大提琴家，然后在我们的玫瑰堂内底拉大提琴和大家或坐或卧，会使自己用自己的步调来去欣赏玫瑰堂。头一届以导览为主的夜间开放，计共超过200人来参加。玫瑰堂表示，目前无固定暗时开放的规划，也是爱配合活动的主题，除了是考虑到服务的品质，嘛是希望袂去影响到附近徛家的暗时生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